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！南无阿弥陀佛啊！今天很开心，非常高兴来跟各位大家介绍这个墨宝的内容。说得离而能饶人啦，是谓厚道，是叫做厚道。说你理由是站在你这一方的我是有道理的，我是有道理的。大家也认定说我是对的。 有道理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对的，我没有偏差，但是对方是错的哦。但是你又能够原谅对方，饶人嘛，我能够宽恕他、原谅他、包容他，那这个人呢是谓厚道。厚道，什么叫厚道不刻薄嘛，不苛刻，不刻薄。各位对人很好，对人很善良。 这叫做厚道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叫做厚道。你不尖酸刻薄，不苛刻不给人家大家好像特别的严格这样的对待，没有，他对人非常的善良，是厚道。厚道则路宽，你能原谅别人、宽恕别人、包容，那这个路走得越来越宽敞。无理而又损人，是谓霸道。 没有道理嘛，然后又去损害别人、伤害别人，这个叫做霸道啊！你没有道理嘛？什么叫做霸道啊？各位，什么叫做霸道霸道，蛮横无理呀、没有道理。他的心里面很凶狠，比如说用一种局权来伤害人民百姓，没有道理，这个叫霸道。霸道高压手段。 来控制别人，这叫霸道。一霸道，这路窄，你走的道路就很窄小，就会很窄小。念佛而且深信，念佛又能够深深的相信，我念佛，我有资格往生。我念佛，阿弥陀佛一定救我。你深深的相信，你不怀疑就对。我们讲这种人念佛的人是有善根的这个人是很有善根。 善根，什么叫善根呢？我们看到佛，我们就会合掌问讯，会磕头，会顶礼；看到别人可怜，我们发慈悲怜悯的心，想要帮助他，想要关心他。善根啊！这个人很有善根，又喜欢念佛，而且又深深的相信。你看，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，念佛是个好人，念佛是个妙好人你看那个莲池大师讲，念佛是一个有善根的人，是一个大善根的人，是一个特别庄严善根的人。你看莲池大师说，念佛就是大善根的人。那么善根呢，左而善处，善根你一定会到好的地方因为你的做人底子好各位底子好嘛，你种了善的因，一定有善的果报嘛。 所以你有善根，具足善根的人，一定会到善的地方，以后到光明的宝地嘛，光明的宝地，清净解脱非常有成就，光明的地方，所以叫做往生善处。所以你只要能念佛，而且深深相信，你就能到好的地方。师父要鼓励大家，我们一起往这方面来努力。 希望大家念佛成佛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